尋晚老伴喺浴室沖涼，手機喺梳化上不停咁震，我睇咗一眼，熒幕顯示嘅係10086，仲以為係電信商催交電話費嘅推銷，就冇點放喺心上。邊個知先過2分鐘，嗰個號碼又彈出一條短信，你點解就係唔肯接我電話？我今年64歲，同老伴係半路夫妻，安安穩穩過咗9個年頭。盯住嗰行字，我不由自主咁打咗個冷震，心裏面泛起嘀咕，難道老伴有咩事瞞住我？佢嘅手機鎖屏密碼我一直知曉，一時冇忍住，順手解開睇咗睇，呢一睇心底瞬間涼咗半截。通話記錄入面每隔2-3日就有呢個10086嘅往來痕跡，最長嘅一次通話記錄竟然持續咗50分鐘。正當我酸澀難平，想網開短信睇個究竟時，對方又彈出一條：阿媽，你快啲聽電話啦！老細嗰頭一直拖住人工，我身上剩返10幾文錢咋，個酸奶粉都斷咗，可唔可以借500文俾我周轉一下？見到阿媽呢個字，我成個人呆咗，之前嘅疑惑瞬間煙消雲散。原來呢個根本唔係咩電信商客服，而係老伴同前夫生嘅仔。當初佢俾脾氣暴躁嘅前夫掃地出門，細路被留低喺鄉下，食咗唔少苦頭。9年前佢同我喺埋一齊時，怕帶住個成年嘅大仔會拖累我，又怕我有心結影響我哋安穩嘅日子，竟然用咗瞞天過海嘅法子，將個仔嘅備註改咗做10086，連思念都要收收埋埋，唔敢俾我察覺。隨後細路又連發咗幾條過嚟：阿媽，要係你叔喺旁邊，你千祈唔好回信，我走去同工友夾錢食一餐，唔好因為我令你哋兩公婆鬧交。嗰一刻，我呢個硬朗嘅老頭子眼眶瞬間紅晒，細路自己都走投無路，仲喺度心痛佢阿媽，生怕搞亂我哋呢個家。呢個細路懂事得令人心痛，我冇半點猶豫，攞起老伴手機，直接轉咗5000文過去，又用佢嘅微信回咗一句：我係你李叔，你阿媽喺沖涼呢。男子漢大丈夫，唔好刻薄自己，呢啲錢你先攞住應急。呢個禮拜6日帶埋老婆細路返屋企，爸喺屋企備好爐等你。發完信息，我隨手將嗰個10086改咗做大仔。老伴洗完澡出嚟，見到熒幕上嘅記錄，揞住個嘴，喊到成身震。佢緊緊攬住我，眼淚全部濺喺我件舊睡衣上面，不停咁念：老李，真係多謝你，多謝你將我嘅細路當親生嘅睇。我輕輕拍住佢個背脊，寬慰道：我哋係一家人，講呢啲見外啦。老伴抹乾眼淚，眼圈紅紅咁話：我個仔喺工地上出死力，長年食冷飯，餓嘢餓到身體虛，而家牙口都唔好，成日話咬唔到嘢，食咩都冇味道。我當即決定，既然呢個禮拜6日佢哋帶老婆細路過嚟，我哋就買多啲好料，去街市揀幾隻優質走地雞，煲鑊清補嘅老火湯，將雞肉同新鮮嘅食材燉到爛爛地，等佢哋好好補下身體。世間事，人心換人心，多一份包容，多一份體諒，晚年嘅日子先至能夠過得紅紅火火。各位街坊，你哋話我咁樣做啱唔啱？另外，我再教大家一招，身上有老人味嘅街坊，究竟係少食豬肉定係少食牛肉呢？屋企有老人家嘅都知道，上咗年紀之後，皮膚就容易粗糙，點洗都洗唔乾淨，身上總帶住一陣洗唔甩嘅味道，搞到俾仔女嫌棄，孫仔孫女又唔肯黐埋自己，甚至俾人送去老人院。本應享受團圓嘅晚年生活，只可以孤零零一個人。點解老人家會有呢種味道呢？大多數人對老人味都有誤解，認為係老人家平時唔愛乾淨先會產生呢種味道。呢個真係大錯特錯。好多人從40歲開始就會慢慢產生呢種味道，係因為人嘅新陳代謝變慢咗，皮膚表面嘅皮脂變多，同空氣中嘅氧氣互相作用，就會產生一種酸性物質。呢個就係老人味。呢種情況真係對好多嘅生活造成困擾同尷尬，自己聞唔到，身邊嘅人又唔好意思開口。明明自己每日都沖涼，點解仲有異味呢？如果你都有上面講嘅呢種情況，我勸你千祈唔好錯過。我怕你用完之後清清爽爽，身上就好似自帶體香一樣咁迷人。就好似我樓下有個陳阿姨，隨住年紀越來越大，老人味越來越重，身邊嘅孫仔孫女慢慢都唔肯靠近佢，住過嘅房、坐過嘅梳化都有呢個味道。自從佢用咗我呢個方法之後，
而家身上都散發出一種清香，住過嘅衫、瞓過嘅床都係香噴噴。每個禮拜6日都同仔女出去飲茶行街，晚年生活唔知過得幾咁舒心。如果話10幾年嚟你已經試過各種方法，都仲係唔理想，今日呢個方法如果你錯過咗，只能夠話真係非常可惜。而家我最後一次免費將呢個好嘢分享出嚟，希望各位老人家都能夠安享幸福嘅晚年生活。呢個寶貝就係好多身上有味道嘅街坊都喺度攞嘅淨味留香沐浴露，佢專為中老年朋友研發，裏面添加咗377、防風、梔子花、芽葉等多種草本精華，幫你溫和清理角質同身上嘅異味，特別適合用嚟清潔皮膚表面嘅死皮同埋藏住嘅油垢。你身上油脂越多，洗出嚟嘅泡泡就越有成就感。平時汗味、體味越重，洗完之後嘅清爽感覺就越明顯。佢可以有效去除身上嘅角質，肌膚水潤唔油膩，而且仲可以持久留香。洗完之後，全身上下都帶住一陣清新嘅木質香同檀香味，仲可以幫皮膚鎖水保濕，非常好用。堅持用佢洗一段時間之後出街，街坊鄰居都會問你係咪噴咗啲高級香水？呢種淡淡嘅香氣真係令人聞住都舒服，忍唔住想親近你。唔止老人家可以用，平時身體乾燥、出油、出汗味重嘅女士、男士、學生都可以用。有咗佢啊，屋企再唔使買乜嘢香水、止汗劑，一樽就搞掂，真係一家大細都啱用。如果你唔知邊度可以買到呢款淨味留香沐浴露，可以點開我個頭像，主頁櫥窗就可以落單。趁住而家有活動，快啲帶返去用起嚟啦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